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台北市的迪化街有侪侪老厝老建筑，其中一栋1962年改建的广和堂药房，2016年和一位香港律师买落来经营文化事业，常常举办在地历史主题展览。不过博物馆伫今年就要收煞，上尾一期展览的主题就是老厝，用50间老厝讲出台湾上在地故事。充满历史建筑的迪化街，这栋迪化207博物馆，原底是广和堂中药房，伫2009年登录做历史建筑。2016年，来自香港的律师陈国柱甲买落来，今年创办迪化207博物馆。香港是对这个古迹大家没有那么的注意，所以每一次我回香港，我都会发现我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又少了一块。我很希望台湾多一些这种社区的博物馆。就是让这些老房子在他自己的地区讲他自己的故事，讲台北的故事，讲台湾的故事，这个就是一个现成的舞台。陈国柱表示，2015年开始，因为社区博物馆的理念，伊开始找找适合的建筑。伊感觉台北市迪化街是真好的所在，唔但建筑充满历史，也有真侪世代拢住伫遮的居民，决定伫这个充满历史的老街区开始文化工作。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社区的成员了。所以我们跟邻居们的互动就是非常的好，你就感觉到好像这栋房子也成为一个社区的一个分子。但我们跟邻居们的合作办展览啊，反正我们缺椅子、桌子啦、展品啊，我们就会想说没关系，我们的邻居们一定有人会有。2017年到达迪化207博物馆也办过大大小小各款甲台湾文化相关的展览。上新一期的展览是因的团队找找台湾各地所收集的50间老厝影像，但是这煞也是因上尾一期的展览结束了后，博物馆就要收煞。律师34年，然后古迹再利用20年。我在比较这两段的工作，做律师的时候，我是用头脑，但是整个工作跟工作环境都是冷冰冰的，他是没有感情的，他也不能够有感情的。可是最近这个20年老房子再利用的这个工作，我第一次发现我是用心来工作。官方表示，因希望透过上尾一期的展览，还有迪化207博物馆的案例，让民众愿意开始保存老厝。这栋建筑落尾交由联营台文化基金会接手，推广文化教育。陈国柱也讲，伊嘛会踮伫香港继续推广文化工作。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大厝埕另外一个历史建筑，也是台北市市定古迹的龟水街文明楼，是全台湾唯一登录古迹的古早工厂馆。经过2档的修复工程，即阵重新开放，内底保留英国营业时阵的场景，也有工厂文化、性教育的展示，希望互大众了解过去性产业的历史。也都有挂几若小姐相片，有纪念证，尽量复原日本时代工厂馆的模样。这是台北市市定古迹龟水街的文明楼，经过政府甲民间2档挂修复，总算完成。其实那个日据时代文蒙路就是以工厂馆的姿态在这里营运。那历经90年代2个市长的反仓跟复仓，然后再后来变成那个市定古迹，它每一个东西里面都有刻画当时的一些事件在里面。过去是以及工厂馆的文明楼，经历1997年迄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废工厂，到1999年李立春关怀合作协会成立，反对废工厂的运动基地，也有多间文资等等证据，才行到即天，总算对外开放。厝主嘛，甲1楼4间房规划做无共主题，互外界认捌这个所在。因为当时这里除了是那个大稻埕的人文风流史以外，它也是社会运动的基地之一。那它社会运动当时的那个项目就是那个纪运革命。那我把纪运革命这里那个做一间就是说一个记忆的驻点。另外几间房间，还有健康教育、甲性产业等等的无共主题。厝主表示，伊希望用文明楼的历史定位，互外界深入了解性的基地。这8档的建筑嘛，加做教育展览的场所。记者陈阿文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
其实大稻埕自清朝开始，就因为淡水河的船运发达，和地米、汉药材、布料等等的买卖正佳雅。不过，1980年代以后，因为台湾生产市场甲消费方式的改变，而且90年代佫拄到都市更新的争议，英国繁华就安尼豆豆啊消失。为着复兴街区，在地店头做伙拍拼。当地信用中心台北下海新风标也大力推广。透过镜头，咱做伙来看大稻埕的商业故事。伫永乐市场头前200多年历史的大龙洞金狮团热情表演，为台北下海新风文化节开幕。永乐市场是大稻埕重要的布市啊。伫咧市场开店的周瑞基，店头是伊的老爸伫1979年开的。伊讲看规个大稻埕布市的光景，自80年代台湾工厂向海外迁徙开始，为批发行向线卖，生意一直衰退。古早诶传统布料来讲，伊的迪化街就是一个进出口的买卖的一个中心，丝绸棉嘛差不多拢进口，啊进口就是以港口为集散。啊，即马较可怜的是，生产也无咧台湾，吼，消费嘛无一定爱买台湾的啊。来参观看卖哦。热情招呼人客伫咧车对面开汉药店的徐金吉，伊的店头已经开了30几年。讲到大稻埕的起落，话就停袂落来。伊讲大稻埕为90年代开始，确实环境有较歹。原本这汉药材甲布市同款，也是做批发。大环境改变了后，嘛渐渐改做线卖，有的甚至开始兼卖南北货。到迄个时阵，有一个政策出来，拄光，你安尼翻修的地理用破坏掉伊啊，吼，所以人潮迄个时阵人潮，就慢慢较少啊。一派人唔通，哇！这地法街一个老街，真济古迹。拆落，你路拓宽落，拆落，规个古迹拢无去。落尾都市更新体场老街区的老店头继续经营。最近几年，市近期因为生理环境改变，开始经营网络市场。布市仔的周瑞基嘛开发出以布进货新创商品。2000年以后，有少年人受到大稻埕老厝老街的气氛吸引，入来做文创产业。市近期观察，即马人潮有淡薄仔回流，伊也认为店伫咧大稻埕，大家拢一条心肠咧拍拼，哪做哪看。即马变揪转来，变成你爱做客制化少量的物件。啊，咱有技术嘛，有设备嘛，啊，你若有需要个性化的商品、独特的、开发的，还是拍样之类的，你就是爱找家嘛。一直讲地法街一条活的老街，咱地法街有家己的产业，四大产业拢还保留伫咧，再加上新的文创进来，所以说男女老少来遮拢总很好。当地下海新风庙毋但是信用中心，平常时嘛有咧斗推广大稻埕在地文化，甲在地店头合作。即摆下海新风文化节除了推广在地南北馆文化、金狮团文化，附近店头也来斗热闹，做阵迎新风。香港人讲临安社啦、双连社啦，拢会到位。咱讲的讲店家，迄上欢喜啊！你知为什么？你有赢闹热，毋则合作闹热。你有千金买厝，你无万金的厝边。所以咱的地法街上水的就是啥？头一间甲一百间，大家拢好朋友。大稻埕为清朝时期开始商业繁华，到今虽然无当初时遐尔兴，但是街区的老店头、新加入的少年人甲信用中心，拢当咧以各种方式希望大稻埕再现风华，嘛保存这个街区的历史文化。记者郭不君随台北报道。5月13迎新风，也是讲5月13人看人，甚至是讲咱有一条歌，台语歌就是讲台北迎新风嘛，叮当当当啦最头前，就开始啊嘛，这就是咱的这个台北迎新风，这首歌就是伫咧讲咱大稻埕。欢迎登来代志挂大条。台湾自1860年开放港口通商了后，大稻埕成做全台北上闹热的商业中心。经过100多年的时间，这个所在也保留侪历史建筑甲文化基地，
今日来宾邀请台北海海新风标文宣组组长吴明权来甲咱分享大稻埕甲新风标的历史长转变。组长欢迎。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吴明权。咱知影其实组长本身毋是大稻埕人，但是咱即阵也要叫你带路百面特动的吼，因为你对即个差不多是吼，对即个当地的人文历史拢已经捌透透啊。但是唔敢安尼讲啦，就是讲咱淡薄仔爱学习安尼啦，对吧？但是咱一开始听讲甲大稻埕缘分是因为学英文牵起来的。对，因为我的阮新风庙的管理人，咱陈文文小姐，伫咧2003年的时阵去学即个英文嘛，啊，伫个台北车头遐有一个 YMCA 嘛，啊，我迄个时阵想讲啊，我嘛要去学英文，啊，我要去即个 Fridays， 就是去做工课嘛，想讲会使练习嘛，但是讲，伊讲迄个梨花街要留咧啦，你来甲我斗3工，啊，我就互伊叫去斗3工，我就伫大稻埕开始做工课啊，对啊。啊，迄时阵会记的就是讲，咱的头一个工课是伫新风庙倒迄个平安地啦。迄时阵平安地2礼拜爱倒22万杯。明权本身其实是伫即个海海新风标担任文宣组的组长嘛。那咱知影讲，即个所在毋若是大稻埕重要信用中心，其实嘛是真侪游客去的所在。所以，恁家己伫即个行销手路敢有下啥物功夫？应该是讲，阮的陈文文管理人，伊的想法一直足头前的。所以讲伊做啥物，伊有除了新丰爷以外，阁有即个活汉老人嘛。啊，活汉老人就足侪，即个少年家啦，也是讲即个后来就传出去外国啊嘛。啊，特别是即个日本人足侪会来求援老，新光阁会摕即个因的迄个乌卡西啊转来，感谢神明安尼啊。拜元老，我家己印象最深的就是恁家己有一个 SOP， 拜元老到 SOP， 咱即个是安怎出现的？这个嘛是咱的文文姐啊，伊家做来的，因为讲全台湾你可能无看到一个庙会教人拜拜，就除了有这个 SOP 之外咧，阮逐个员工拢爱会晓讲日语。对，啊，我是用背的啦。啊，阮真正有一寡拢是大学生，因是即个学日文出来的。啊，有一寡阁有去过日本，啊，阁转来的，啊，都伫咱遮做工课安尼。但是咱伫即个新风庙推广的过程内底啊，感觉出现过新世代甲咱旧世代观念无共，若是有诶话，咩去排解？这一定是有诶啦，因为其实我拄着的较少。文文姐也拄着较济，因为迄个时阵系民国80几年的时阵，伊的阿兄，伊的二兄，雄雄伫咧新丰爷生日进前，就过往啊，啊，伊就需要接即个工课，啊，你知影嘛？庙就会拄着啊，白道啦、黑道啦，有一寡伊讲的妖道啦，拢有啦，所以。伊就是一步一步，互人大家知影讲，咱一个查某嘛是会使换庙，所以足无简单的。所以已经做甲安尼，啊，我来的时阵，伊就是会使信任我是一个少年人。我一开始我台语嘛足久拢无讲的，嘛会互乡客讲啊，你若台语拢袂晓讲，你第一庙服务是咧服务啥物？阮嘛是有经过这啊，啊嘛是。一个来，啊，咱来做这安尼。所以明权，你家己咧担任文宣组组长的时阵，敢有啥物印象较深的代志？啊，一寡较好耍的，应该是讲咱的乡客，也是咱的大稻埕的人，足温暖的啦。袂讲就是讲啊，你是新来就安怎拄安怎，就是讲可能头一届会安尼，啊，第二届看到你搁伫个，啊，伊就甲你开讲，伊就甲你当做咱。大稻埕的人，袂甲你讲啊，你就是新来的安尼，甲你欺负安尼啊。是，明权讲一个重点，因为大稻埕即阵其实足侪新加入的人入去即个所在，所以咱要本地人，要新加入的人。所以新加入的人一直来了后啊，你敢有发觉到咱本地店头家因敢有开始做啥物改变无？我来的时阵是2003年嘛，迄个时阵真正拢是咱传统的。一寡中药啦，还是茶行啦，还是做卖布的啦，拢伫遮嘛吼。啊，迄个是应该是讲大稻埕有
较早甲今嘛，拢是一直有新的人入来，因为原底咱的新丰爷这阵人是泉州的东华人，后来有啥物？有这个迄个邦桥遐的迄个人嘛来啊，吼啊，福州的人嘛来啊，啊日本人嘛来啊，啊外国人嘛来啊，哦，但是大稻埕无安怎啊，颠倒是愈来愈好嘛，就是啥物拢有嘛，所以大稻埕是一个会使足侪人做伙伫遮发展的所在。因为大家可能嘛是一心为着即个大稻埕发展，为着大稻埕好，所以你来看，你感觉讲咱新加入人甲在地大稻埕人，因的共同的目标是啥物？应该是讲甲即个文化会使传落去，原底就有诶会使继续，啊有新诶，咱嘛是有新诶文化。所以咱即个有新文化运动嘛，是伫咱的大稻埕开始的嘛。对。你家己伫大稻埕即段时间啊，你感觉讲大稻埕以上，你感觉迄个传统上保守的物件是啥物？啊，咱加入新的迄个新的，你感觉较有创意的物件，佫是啥物？传统的开始来讲吼，啊，当然爱讲咱新丰庙嘛，这是等于讲咱遮的信用。一定足侪人会来拜拜，咱知影足侪即个企业家嘛是为遮开始的嘛，吼，所以这是一个趁钱的部分，但是生活的部分嘛是足重要。即马嘛足侪人住伫咱大稻埕遮，吼，拢无离开嘛，啊一代、两代、三代、四代，有诶你去问，哦，伊诶我阿公啦，还是阿公诶阿公啊，就开始伫遮嘛。几若代拢住伫遐。对，就是安尼嘛。啊，心里来诶人就是讲，伊袂感觉讲啊，恁拢无爱阮入来，哦，所以伊嘛变成大稻埕诶一部分。即马来看，阮会看讲啊，迄个咖啡店，亲像少年人才会来啉咖啡，无百外年前就有人啉咖啡啊，只是讲搁转来啊。哦，阮发觉讲，即个产业就安尼嘛，西来西去，啊，搁转来啊，做生意嘛是啊，做布的嘛是啊。较早可能是做布嘛，啊，较早人可能穿迄旗袍啦，还是讲咱的汉无共咱迄个时代的衫嘛，吼。啊，即马当然时代无共啊嘛，啊，足侪即个明星啦，还是讲即个歌戏的即演员啊，因的即个衫嘛，拢是伫咱的。即个永乐市场啦，这附近啊来做的，来选这个布料的安尼啊。有侪即种旧店新开的。对。民权其实还佫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即个大稻埕街区发展协会成员啊，因为即个街区发展协会其实一直还佫有咧做各种的推广活动嘛，亲像 Live Podcast 还佫有咱即个戏村大稻埕，你得来人介绍一下。拄啊，主持人讲的，咱戏村大稻埕，伫咧新丰夜市里正咱做的。为虾米阮要做这咧？就是讲，因为咱大稻埕较早是戏区，就是咱有歌戏啦、布袋戏啊、有电影啦，拢有伫遮搬，哦，有伫内底，有伫外口，室内的表演的拢有。但是吼，即马这愈来愈少，因为拢去东区啊嘛，吼，你要看电影。一般就是去西门町啦，还是去东区遐看电影嘛。阮就感觉足可惜的，这原底有诶物件，咱希望讲来做看卖。所以咱即届嘛是即两档，咱就甲咱的店家配合。可能你1点看歌戏，2点去看布袋戏，啊3点去看南管，哦啊拢无共的，你会使家己排时间。咱一个表演差不多拢30分钟，无长嘛。啊，你会使安尼行来行去，看来看去，但是这就是咱大稻埕原底的物件。哦，咱的想法拢是为大稻埕原底有的物件开始安尼。所以咱的大稻埕春夏秋冬的活动，即阵敢安排出来啊？是，就是春天就是戏春大稻埕嘛。啊，这个较热的时阵，咱即马就是咱的这个新丰夜生日的这个文化节嘛。吼，因为咱旧历的5月。啊，咱听过就是讲5月13迎新丰，还是讲5月13人看人，哦，甚至是讲咱有一条歌，台语歌就是讲台北迎新丰嘛，叮当当当啦做头前，就开始啊嘛，哦，这就是咱的这个台北迎新丰这首歌，就是伫咧讲咱大稻埕迎新丰的代志嘛，哦，啊，咱这个秋天的时阵，咱就有这个作秀啦，哦，因为咱有布的嘛。
有做衫的嘛，咱就邀请咱在地做衫的哦来做这个服装秀安尼。其实咱大稻埕这个所在，虽然讲咱的游客真侪，发展也真闹热，但是其实协会也脚步无停落来，继续咧行，继续咧做，吼，希望这个情调莫流失去。阮已经安尼做差不多6冬啊，就是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咱做。成果安怎？真济，可能是遮大汉的，伊即马带伊的囡仔，转来遮看活动，啊学台语，啊有一寡是伫遮做过工课。啊，较早伊就有一寡故事伫遮嘛，啊90几岁啊哦，因查某囝带因翁仔某转来遮，哦做 DIY 啦，哦人布地戏啦，吼啊来看咱的表演安尼，阮足感动的，即2冬咱看到足侪安尼部分。啊，对于表演者来讲，我竟然会使伫一个老厝内底去表演。伊想嘛无想过安尼啊。所以讲大稻埕这个所在，会使讲是有相当的吸引力吼，甲咱这个新的人，也是讲原地有伫遮的人，拢吸入来。但是对民权你家己来讲，大稻埕也好，新丰庙也好，你感觉吸引力的点是啥？足侪咧，应该是讲咱较早读册嘛，读的历史拢毋是咱台湾的历史嘛。但是啦，我来到大稻埕了后，对文字啊。啊，阁有咱的一个足重要的曾英明老师，吼，伊嘛足热心的，甲足侪故事、足侪物件甲阮讲的，咱就知影讲啊，原来大稻埕是安尼，原来台北是安尼，原来台湾是安尼，这就是大稻埕。我为虾米一直伫遮做这个工课的原因。最后想要请教民权哦，就是讲伫即个所在，你阁有啥物代志无试过，想要做看卖？甲咱在地搁较济，大家毋知影的大稻埕挖出来，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代志。因为真正大稻埕，你甲一个阿伯、一个阿姨讲完了后，那我讲无听过，我就一直记嘛。一直记，啊，就是讲咱就办迄个展览啊，还是活动啊，互人大家知影讲，哦，大稻埕嘛有这哦，大稻埕嘛有迄哦，你来看卖安尼。民权敢会使讲一2项，互偏芳者，啥物物件是大众即阵还未发觉到的大稻埕？咱做即个戏村大稻埕的时阵啊，咱伫即个凉州街即条，哦，啊，这是伫永乐国小边啊，哦，较早叫做西关巷，啊，西关是啥物？真正有一个姓陈的，一只做一个西管，就是西团啦。因为较早有钱人拢会安尼嘛，有保镖嘛，对啊，迄西团就是保镖嘛。吼啊，伊就是有钱人嘛，所以伊就叫即条叫做，因为伊有一个西团，就是要西管嘛。哦，所以即条咧就是西关巷，哦，西关巷。啊，西关巷后来较有名的是啥物呢？就是人布地戏的。但是毋是伫遮搬哦，是你要订即个戏出，你就爱去到即个地都啊，因拢讲地都啊，甲网咖迄无共款哦，真正去啉茶的。但是你嘛会使来订即个戏出，哦，譬如讲即个小西洋啊，还是讲咱的即个陈锡凤的爸爸，即个李天禄老师啊，因的团较早拢伫遮，吼，啊，你要订迄个戏出，拢爱伫遮，吼啊，比如讲你要订即个小西洋呢。你爱一冬进前就爱订，排这满啊？对，因是等于讲迄个时阵 top 的，就是上高的。因甲即个李天禄老师因，对。啊，佫有一寡伫咧倒位咧，就是伫咧大桥头遐。后大桥头遐，咱较早拢知影讲，足侪人会去遐叫即个工人，但是工人以外咧，佫有演员哦，你会使去遐叫演员哦。啊，遐较侪演员拢是歌戏，所以有一个即个民权歌戏团，就是为遮开始的。对。啊，伊后来去邦桥嘛，但是伊开始的所在是咧伫咱的大稻埕，对，所以咱就是甲一寡故事安尼拼起来啦。因为咱讲大稻埕其实有足侪丰富的人文历史，但是嘛，也阁有侪新的故事等待大家来发现。今日非常感谢民权的分享，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以上就是这礼拜的代志挂大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
头家娘转来困啊！